我就等个那边搞。该有的，该有的。带过那这样的，哇，现在那带过，哪里去哪里了？进来嘛，木啦。那你还他妈下来，你咋不要去贴的呀？你不该去的。不对，那这上个。老板玩我这边。咱们这个大不大？这样的电台的，他们我来，他喂，快，我那个，那肯定，那他了。要么你吃多了，不要我们刚吃的，不要。不干这些安忙啊，也搞不了，也给我3年了，这你说的这意思吧？那，赶紧说。